林咖啡就是林咖啡，来林家的好处林咖啡。少年，我希望厝做你都会好好甲保护。好。伊讲我伫大场店有一间古厝会当介绍，应该是广告部过身啊，要留我。遐拢是老厝，若是好开发，应该就有机发展。伊着要好把握，知无？你敢有感觉这幅图看起来真有故事？我嘛真有故事哦。是啥物人允准你伫遮开店的？我就是这间厝的厝头家。啊？嗨，可以好到来啦，初次见面。